的会主约翰卫斯理所做的诗歌，怎能如此？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纪念耶稣为我们死的这样的一个救恩跟恩典。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为今天早上的崇拜来献上祷告，求主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所有的流程顺序安排都按照上帝的旨意，都按照上帝的喜爱来进行。我们一起为今天早上的崇拜来祷告，也为服侍的同工，为所有的设备器械来献上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为今天早上的崇拜献上感恩，施恩祝福我们今天早上弟兄姐妹们陆续的来到我们的当中，他们要在这里要来敬拜上帝。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现场的敬拜能够宛如在天上的崇拜一样。愿你也恩待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他们在那里观看的时候，他们也跟我们同心合意的敬拜，为我们所有的人员、器械、设备献上祷告，让我们所有的安排、所有的人员、器械都能够按照主的喜悦、按照主的旨意来进行。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可以吗？听得到声音 ？OK， 有声音吗？听得到我的声音吗？我也觉得没有。这边麦克风，对，因为我这边听不到，听得到声音吗？我是听不到。喂。麦克风测试。我刚是一直觉得没有声音。可以再讲一遍。好，开哪边？这里吗？没有，这边没有开关啊。这边没有开关吧？麦，好，这样有声音了，有，可以再小声一点点吗？好像有 echo 好，谢谢。好，麦克风测试可以吗？可以，好，谢谢。
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招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这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欢喜快乐地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感谢你，赞美你。你的恩典丰丰富富地赏赐我们，供应有余。求主帮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灵命成长，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传扬你的福音，力上加力，恩上加恩。我们要以心灵与诚实来敬拜你。求主保守我们，看顾我们以下主日的时间，圣灵与我们同在，听的说的都得着益处。以上所求，孩子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会众起立，翻开心灵粮诗选第97首，心灵粮诗选97首。神仆当赞主，颂主，神仆颂主。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要诵。
我们翻开诗篇111篇，诗篇111篇。会众请会众起，我来起，那会众来应。诗篇111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他喜爱的都必考察。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他百般的义赐给他们为业。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他向百姓施行拯救，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圣而可畏。我们一起来第10节，请。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请低头来，为国家、为教会、为家庭、为个人来祈求祷告、认罪悔改。看教友代祷意向，为非洲国家莫桑比克祷告，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为台湾卫理公会中部教会逢甲卫理堂主和牧师祷告，为该教会奉献充足，在当地更加得人，到同工身心健康。为台湾儿童青少年寒暑假的生活正常规律，有好的假期生活安排祷告。4个是要为我们的国家掌权者可以有从主而来的智慧来治理我们的国家，让我们台湾的所有的公职人员能够在主的引导下，让他们能够爱百姓、行公义。用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课我们今天请品存弟兄为我们恭读。弟兄平安。本周第一经课于旧约圣经申命记第18章第15至20节。申命记第18章第15至20节，以下由我来为各位恭读。第15节起，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上帝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上帝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
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若有先知擅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治死。以上是第一经课。第二经课于新约圣经马太福音跟着马可福音第1章21至28节。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1章21至28节。21节起，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着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上帝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呀！”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以上是神的话。翻开圣经185页，新约185，哥林多前书第8章，哥林多前书第8章第1到13节，由我来攻读。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8章，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献诗，我们由诗班为我们献诗。献诗是人需要主，人们需要主。
正道。我们今天请蔡伟文牧师为我们正道的主题是抓住原则就好，抓住原则就好。牧师请。人们需要主，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能不能够感受到人们需要主。当人们需要主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什么？如果你没有主，恐怕你给不了别人让他认识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每次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记得这首歌是我在国中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在学生团契里面唱的诗歌。这首歌在唱的时候，人们需要主，我们唱的时候都相当的慷慨激昂，但是我们有没有主给别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自己没有，那么我们是很难给别人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有主，我们才能够给别人，让人认识主。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自己先认识主，我们再来带领别人来认识上帝。好，所以开始前，牧师要先跟大家做一个工商的服务啊。这一本书叫做《红本门徒》。好，所以牧师要介绍《红本门徒》这个它不算是课程，但是它也是一个课程。但是这个课程跟我们一般的课程比较不一样各位知道门徒这个词在教会里面常常讲，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我们比较没有去把这个意思真的把它翻译出来。那台语的圣经里面，其实这个字翻译的最好，这个字叫做学生。意思就是什么？耶稣的门徒就是什么？耶稣的学生。好，所以意思就是，如果你要当耶稣的门徒，那么你要成为耶稣的学生。学生是学什么？学生要学老师的样式。各位如果知道以前在犹太人他们的社会里面，如果你要跟着老师的话，老师是怎么说话，老师是怎么做事，老师是怎么样去思考一件事情，老师的讲话的方式是什么，这个都是学生要去学习的。而且每一天他们都渴望来跟随那个老师。好，所以意思就是我们上红本门徒或是上这些的门徒课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学习跟效法基督的样式。你有多渴望要像耶稣基督，你有多渴望让人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刚刚我们提到说人们需要主，那么人有没有从你的身上能够看见主？好，所以这个门徒课程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做一个最初步的学习，就是跟随主的脚中来行。好，所以期待大家可以来做一个选择有的人知道上过红本就知道，这个红本门徒其实要上9个月的时间。那9个月对很多人来说相当的久因为恐怕有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太长期的一个学习。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说，如果你要种什么东西，就会收什么东西各位知道，如果要种青菜的话，大概多久就可以收成，知道吗？种青菜多久可以收成，知道吗？2个礼拜吧，顶多吧各位知道那个叫做速成，知道吗？所以很多的课程都告诉你说要速成。速成什么？这个密集班速成。好，但是各位，你种什么就会收什么。好，所以如果你要种一棵树的话，那么你恐怕要种多久的时间，知道吗？20年，最少你要让它有点像个树的样子。好，所以时间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学习像门徒的样式。耶稣的门徒是3年当中学习耶稣的样式，但是事实上他们还不够，他们还一直在不断的学习。当耶稣不在的时候，谁来帮助他们学习？圣灵来帮助。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如今过了2000年后，我们仍然继续的接棒学习效法耶稣的样式。所以期待我们可以从这个红本门徒来做一些的学习。所以牧师跟大家来呼召，就是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在我们楼下的这个公布栏上面会有2个时段，一个是礼拜3的晚上，一个是礼拜6的上午。如果你晚上不方便出门的话，那么你就礼拜6的上午可以来勾选这个红本门徒，
让我们可以用9个月的时间一起来上这个课程。但是不是只是来读啊？因为刚刚有台语堂的一个姐妹就问我说：“哎，牧师，那我买书就好了？”他不是要让你买书的，这个是要让你来讨论的，就是你要在课堂当中跟所有的你的组员来一起讨论啊。所以不是只是要买书，而是你要从这个书里面你看到了些什么，然后你从圣经里面你学到了什么，然后跟别人一起做分享。所以这个红本门徒它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彼此做分享。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别人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供应在他的需要上。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做耶稣的门徒。愿上帝来带领。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让我们一起用这个祷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其实刚刚读的经文没有读完我们其实还有后面的一部分。我们请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刚好圣经你拿着，如果你手上有手机的部分，请你也翻到你的手机部分上的圣经里面。好，我们刚刚只读到第10节，好，我们来读后面11、12、13 11、12、13。好，翻到我们一起同声来念，一起念，请。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好，到这边。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等一下我们会仔细再来做说明那开始前要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张图，我不晓得你会看到了些什么。我们有一个店在我们附近而已，这个是卖炸鸡的，对不对？好，结果他去哪边点餐知道吗？好，他说什么？肯德基是工作，然后麦当劳是什么？生活，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有时候也常常会这样，哎呀，工作归工作，生活归生活。会不会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我们信耶稣的人，这个信耶稣归信耶稣，但是没有这个其他时间，非礼拜天的时间的话，我们就变成跟一般人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工作也在生活里，生活也在工作当中。信仰不是让你只有礼拜天的时间来做基督徒，而是你的生命每一天都活出主基督的样式。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工作跟生活跟我们的家庭是连结在一起的。愿上帝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有一个弟兄，他有一个很好的见证，他是在这个协助帮忙在药房里面卖药的。然后呢包药，他不是药师，但是呢他常常把圣经放在他的这个包药的地方。然后他说，如果有人来问他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不会回答，他马上把圣经翻开来。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怎么样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别人问我们的时候，要翻得到圣经。好，所以刚刚为什么讲红本很重要？因为最少你红本上完，你应该要能够会翻得到那个圣经的目录在什么地方。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跟人传福音的时候，突然间问到约翰福音3章16节，糟糕，翻不到那个地方，因为不知道在哪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翻得到，能够知道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启示跟奥秘，而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愿上帝来带领。好，所以我们今天看的圣经相当的重要。为什么？因为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基督徒我们在生活上，我们怎么样发挥信仰的原则。好，先跟各位问一下这个是实际上发生的一个案例。如果是你会怎么做？有一个长老教会的这个长老，他其实夫妻2个都是长老，都是教会的长老。然后呢，他们去到这个泰国去玩。各位知道泰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神明，知道吗？
叫做四面佛，对不对？好，然后他们去玩的时候，要去那个庙里面要去拜访参观的时候，这个长老娘不敢进去，她说这是魔鬼的地方，不可以踏进去的。好，然后这个长老呢，他就挺身走进去，他说所有的地方都是上帝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是你会是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不知道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因为有的人看到这是心灵，这个是庙宇，不可以进去，这是魔鬼的地方。有的人他就很勇敢的踏进去，说这个是上帝的地方，全地都是上帝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拥有的知识，我们拥有的这些的认识，我们的信心很大，可是会不会伤了别人？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看的重点了。所以今天的重点当然会告诉大家拜偶像的东西可不可以吃，这个会告诉大家。但是我们要先让大家知道一个事情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知识不要成为别人的障碍，或是别人的绊脚石。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的地方，今天的圣经里面，在第8章第1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这节圣经，一起念来。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能够有很多的知识，神学的知识或圣经的知识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但是事实上，信心的程度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会很强，有些人可能会很软弱，有些人还是在年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但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要给我们的提醒。所以我们可以有很丰富的神学知识，但是还是有可能不认识神。所以在第1节的地方，我们会看到保罗在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一件事情。有很多事情，包括你可能以为你知道的，其实你恐怕还不是真的那么样的晓得。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这个是一个哲学家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哲学家叫做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有一次听到有人跟他讲说，这个叫做阿波罗神庙的神谕里面说，这个苏格拉底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那这个苏格拉底就不服气，然后他就去想说，这个我一定有破解的方法，这个神明到底在讲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因为其实很有聪明的人，他们不太去相信这种东西的。好，所以他就找了在希腊的当时的很有名的一些的哲学家、思想家，然后跟他们讨论。讨论完了之后，他终于得到一个结论。他说，为什么阿波罗这个神谕会说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因为苏格拉底说，因为我知道我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听得懂意思吗？聪明的人以为自己知道，其实他们很多东西是不知道的。然后苏格拉底说，为什么他是聪明的？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有很多东西是不知道的。听得懂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的骄傲会让我们变成什么？我知道啊，这个东西我学过很多这个事情我服侍太久了，我什么都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的知道或是我们的会，有可能会变成绑住我们的东西。各位了解牧师要讲的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知道，其实有很多事情是我们还并不知道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保罗今天要教导这些的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很多人以为说西方人一开始就是信耶稣的，其实没有要先跟大家澄清一件事情：2000年前希腊人跟我们一样。各位知道希腊人拜神庙不比台湾人差。我们在这边出去3步一小庙，5步一大庙，对不对？刚刚讲了希腊那边有很多的神明，包括像刚刚讲的阿波罗，或者是像这个雅典娜，这些都是他们的神明。好，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习惯跟台湾人是很像的。各位知道，他们如果要去这个市场里面卖东西的话，卖吃的东西、卖喝的东西、卖什么东西的话，各位知道我们的教堂后面有一个市场，知道吗？
那个三和市场，对不对？好，我们把它想象一下，如果有人要去三和市场卖东西的时候，他经过那个土地公庙啊，或者是经过那个阿波罗神庙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祭物拿来那边拜一下，然后希望这个神明可以祝福他，然后他就送到这个三和市场那边去这个卖这个东西。好，所以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出现这样的一个争论，什么样的争论？就是拜偶像的东西是不是可以吃的？我们已经要过农历新年，很多人在家里面可能也会碰到这样的一个压力，就是如果家里有很多人是没有信主的，或者是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你可能会碰到这样的压力，就是家里面都在拜拜，初一十五都要拜拜。好，那这些拜过的东西是不是可以吃的？好，那我们要来看一下保罗他讲了什么样的原则。我们来看一下第8节的地方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8节，今天经文第8节，一起念来。其实食物不能叫上帝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的论点是什么？这个东西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吃了没什么好处啊，不吃也没有损伤。所以意思是什么？弟兄姐妹，信耶稣的人不要去禁忌这些的东西。信耶稣的人不需要去禁忌说这个东西有没有拜过哦，这是不是拜过的物件？很多人会因为这样的缘故，会有一些的这个信心上面的软弱。其实我们不管吃或不吃都没有关系的。但是刚刚讲了，已经刚跟大家破题了，知识大家都有，可是要有一个原则去运用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必要再看黄历，你也不必要再去看一些什么星座或是那些命盘，因为这些东西对你都没有意义。因为你知道上帝是只有一位的，在今天的圣经里面说，我们知道上帝只有一位。虽然有很多地上的神明，但是我们知道上帝只有一位，只有一位真神。好，那但是很多人是在这里面他会有一些的障碍，就是以前他是拜神明拜偶像的，或是他以前是不同信仰的，当他今天信耶稣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去能够来得到释放，能够来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原则，就是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信耶稣的人，我们是被主所释放的人，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有全然的自由。但是呢，我们要去了解这些的自由会不会让人感受不舒服。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文第9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9节，一起念来。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自由，但是我们的自由会不会让人家感受不好？好，我所谓的感受不好，就是如果在拜拜的这些的东西上面，如果有人拿给你的时候，你应该要怎么去做？假设如果有人要给你这些东西吃的时候，没有讲什么话，那么请你就凭着信心就吃了吧。但是如果他告诉你说，这是有拜过的哦，好，为了他的缘故就不要吃了。这样能够了解意思吗？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谁？是为了对方的缘故。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用自己来做判准，但是事实上我们是要为了别人来着想。因为至少在台湾的所有的民间信仰的人都知道，基督徒是不吃拜过的东西。好，所以原则上如果人家没有讲什么话，凭信心就吃了它。但是如果别人告诉你说这个是有拜过的东西的话，那怎么处理？为了他的缘故就谢谢，然后就把其他这些东西就请他送给其他人，或者是其他的处理，就不要为了这样的缘故去做这样的一个争执。好，在台语的圣经里面，这个绊脚石它翻译成他该阻碍，就是为了你的自由的缘故，反而变成人家的阻碍就不好了。好，所以怎么样去舍己，而不是只是考虑到爱自己。各位知道，其实我们在台湾有很多的美食，跟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很禁忌的。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吃过？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东西叫做猪血糕，有没有去夜市吃过？对不对？好，有没有吃过那个？我很喜欢在吃水饺的时候配那个酸辣汤。各位知道酸辣汤里面常常有什么？有那个猪血条，对不对？
好，一般我们吃了都没什么关系啊。各位知道，跟大家讲一个实际上的案例。我跟师母在马祖牧会的时候啊，我们的弟兄当中有很多是从那个中国大陆来这个依亲来那个马祖的，然后当他们这个看到人家在吃这个猪血糕，看到人家在吃这个酸辣汤里面有猪血的时候，他们就转头来问我说：“牧师，这个东西可以吃吗？”好，能够了解我要表达的意思吗？这个东西可以吃吗？圣经里面不是说不可以吃血吗？然后他还加码了一句什么？他加码了一句说：“以前的那个牧师，我之前的那个，以前那个牧师说血都可以吃，因为现在是新约的时代，所以没有任何的禁忌，什么都可以吃。那牧师你觉得呢？”哇，这个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了。为什么？因为我的前面的那一位牧师他说可以吃啊，那我要不要告诉他说这个东西能吃或不能吃？这个很难去做选择。弟兄姐妹，如果你的身边的朋友问你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做选择？好，所以保罗给我们很宝贵的东西，就是什么叫做舍己。既然吃也无损，不吃也无益，那么为了别人的缘故，我们就决定不要吃了。这样听得懂意思吗？为了他的缘故，为了他的信心的缘故，我就不吃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吃猪血糕会怎么样吗？你不吃那个猪血会怎么样吗？也不会吧。所以保罗的原则是什么？保罗的原则就是，如果因为他很软弱，那么我们就不去做那个事情，免得让他的信心受到损害了。好，所以11节我们来看一下11节保罗怎么样来提醒。11节一起念来。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弟兄姐妹，如果因为我们吃祭偶像的物，然后人家就以为说，那所以去庙里面吃饭也是可以的，去跟神明打交道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个牧师都去庙里面吃饭呢。各位知道台湾人有一个常常的做法，就是到年底的时候，你知道很多庙里面都会做什么？做醮，有听过吗？做教啊，做那个应该叫什么？就是他们会认为说那个是为了消灾解厄，然后要办那个流水席在庙的前面。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朋友当中有人邀请你去吃，你觉得该不该去吃？刚刚讲了嘛，你吃也无损，不吃也无益。好，但是如果是为了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选择？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做的选择咯。好，所以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包括不是只有这些问题。刚刚讲的是吃祭偶像之物，请问一下，抽烟可以吗？嚼槟榔可以吗？圣经没有选择这样的东西啦，没有这些选择。或是很多东西，可能有很多人自己有这样的习惯，打麻将可以吗？有很多弟兄姐妹也会在家里闲暇的时候，他也可以打麻将啊。可是为了谁的缘故要做或不做，这个就是选择了。所以永远给人有盼望，让人有一条接触主的机会，不要因为我们的一个表现而让人失去与主相近的机会。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我们是信心很强的，可是如果别人信心软弱的时候，要为了软弱的人而不去做那样的事情，这个是保罗的原则。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保罗对自己严格到什么样的状况。好，12节我们来念一下12节，一起念来。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因为我们的方便，因为我们的自由而让人感受不好或是不自由的话，那么宁可不要这样去做。这个才是保罗的原则。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好，所以如果有人问说到底该不该吃祭偶像的物，其实你们应该会心里面会有答案的。好，所以爱是不加害于人的，不要为了我们的一个好处或是我们自己的利益去让人感到受伤或伤害。所以感觉不好还是要做对的事情。所以对的事情就是让人得益处的事情。虽然
也许可能会打破你的一些的习惯，会让你觉得，这个吃也没关系啊，这个大家都喜欢吃这个东西啊，但是为了这个人的缘故，为了他的信心的缘故，那么我就不要去做这个事情。好，所以你看保罗严格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来看一下保罗的做法，13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3节，一起念来。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知道保罗的原则吧？如果因为我吃这个祭偶像之物，这祭偶像的肉的话，会让我的弟兄跌倒，那么我就不要吃这个东西，免得叫我的弟兄跌倒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不是叫大家要吃素啊，不是，千万不要误会了。意思是什么？如果你很担心这个东西是拜过偶像的，为了他的缘故就不吃了，也没什么关系啊。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特别我们在我们所生存的时代里面，我们在的土地里面，因为有很多是这个民间信仰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不是去否定人家，不是去变成让人家变成对我们的信仰是讨厌的，但是要很小心谨慎，是我们所做的会不会让人感受不舒服或是不好。好，跟大家讲另外一个实际上的案例。我跟大家曾经分享过，以前我们在马祖的时候，都知道在马祖有另外一个岛叫做莒光岛，叫东莒跟西莒。好，那在东莒那个地方有一个国语礼拜堂，那国语礼拜堂里面有一个本地的传道，那个本地传道因为他是当地人，好，所以他在那边被按立做本地传道。但是呢，因为他的家人有人过世了，各位知道在台湾的话，通常在家里有人过世的话，会做一件事情，有没有看过人家在家门口折那个纸莲花？有没有？好，所以这个传道呢，他就去这个探望他的家人的时候，就在门口协助做纸莲花。好，然后折着，然后他的会友从旁边经过的时候，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回去不得了了。这个在教会里面大肆的宣讲说，我的传道怎么可以在那里折纸莲花呢？这是不可以的事情，怎么可以做这种民间信仰的事情？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这个传道受很大的压力啊，他在那个地方受很大的压力。为什么？因为回去人家责备他。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刚刚讲的意思不是说他该做或不该做，不是这个，而是什么？而是你要做一个选择，就是如果这个会让人感受不好，就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能够了解牧师要讲的意思吗？让人感受好不好？其实这个重要的原则就是爱心了。好，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看待我们的行为？马太福音5章16节，我们来念一下这个圣经，一起念来。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个是后面那一段。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行为要在人的面前，那么会不会让人感受不好，就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所以有人问说，牧师，我信主之后我可以抽烟吗？如果让人感受不好，就不要这样做牧师，我可不可以嚼槟榔？让人感受不好，就不要这样做。我可不可以喝酒？让人感受不好，就不要这样做。因为你吃也无损，不吃也无益。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为的是什么？为别人的信心的缘故，不是为我自己。所以很多人以为说我们信耶稣的人，好像我们可以很自由，所以我们很多东西都是去打破人家的一些的思考，或是去打破人家的思路。但是要很小心的事情是要懂得做人所以不要因为当了基督徒就不懂得做人。其实我们也活在人的当中。耶稣来，他不是成为那个叫做每天都发光的那个样式，知道吗？耶稣来，他成为什么？成为人的样式，在人的当中一起生活。所以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是要每一天把自己抬得很高，而是我们跟所有的人都一样。我们跟所有人都一样我们跟所有人都一样，但是做不做是我们要做一个选择，为了别人的缘故，而不是为自己的缘故。求上帝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因为现在太多事情要去分辨，到底要不要做。唯一的判准就是是不是以
爱做原则。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圣经给我们几个原则可行的。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凡事都可行，但是要合乎圣徒的生命的样式。好，所以要记得我们是圣徒，而不是跟一般人一样的。所以祭偶像之物要不要去吃，要看我们是不是会让人感受不舒服。那如果会让人感受不舒服，会有损圣徒的体统，就不要这样做。我们来看以弗所书2章19节，我们来念一下这一节圣经，一起念来。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好，所以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就要考虑到要做神国家里的事情，不要让人感受觉得，你跟其他人，跟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是一样的。好，罗马书13章14节，我们来念一下这节圣经，一起念来。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好，所以这个东西到底可不可以吃？不要为肉体安排私欲，要考虑别人的需要，这个才是我们要看到的原则。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去面对在别人给我们的这些东西上面，怎么样去做一个判别？我们要有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刚刚讲的原则上就是，如果别人都不讲话，送你东西给你吃，那么你就凭信心感谢上帝吃了。但是如果因为他告诉你说，这是有拜过的哦，那就为了他的缘故就不要吃了。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所以如果有人问说，你们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吃那个拜过的东西？这个就有一个原则，就在这个地方了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家里面一定都会知道，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通常都会帮你准备那个叫做没拜过，听得懂吗？有很多人很贴心，其实不要觉得好像没有信主的人他们都不贴心，其实他们也很贴心的。有很多人他们会告诉你说，这是有拜过，这是没拜过哦。为了他的缘故就吃那个叫做没有拜过的如果他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是有拜过的，就不要吃了，就不要去碰它了好，第二个，凡事都可行，但是要多考虑别人的需要。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3章8节，一起念来。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怜悯谦卑的心。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去考量别人的需要，而不是只是考量自己。所以谦卑是多想到别人，少想到自己弟兄互爱的道德本分，彼此帮补，应当照着时宜要求，当尽一切的职责去行。所以如果所做的事情会让人感受不舒服，就不要这样去做所以基督徒的要做不做，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如果别人的感受不舒服，我就不要这样做。好，所以加拉太书里面给我们的提醒，你们要分担彼此的重担，这样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所以如果有人信心很软弱，不要去挑衅人家软弱的信心，需要去保护他的信心，让他可以渐渐的能够强壮起来。好，第三个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凡事都可行，爱才是最重要的原则。所以被爱的人才有能力去爱，要记得天父是无条件的爱我们，所以常常给别人有多一些的机会。有一些时候可能有些人不小心会让我们感受不舒服，那么我们也要凭着信心，凭着爱心去接纳跟包容别人。所以不要凡是追着人家跑，或是追着人家的罪来做。爱是不要去这个，其实有时候每次在讲台上讲这个，心里面都有点难过。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知道爱是什么，但是我们其实是做不出来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自己做不出来，更需要求上帝的爱充满我们。被爱的人，我们才有能力去爱别人。如果你常常对别人是很严苛、很严厉的，那么可能你并没有被爱，你没有感受到被主来爱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是被爱的。爱是不加害于人的，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有能力去爱别人。所以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不论断就不会被论断，不定罪人就不会被定罪，饶恕人就蒙饶恕。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信仰不是飞在天上的，信仰是很实际的。我们怎么样对别人，就是我们感受到上帝是怎么样对我的。愿上帝带领我们，上帝如果常常给我们有再一次的机会，
那么让我们也常常给别人有再一次的机会。所以要吃或不吃，让我们能够用爱来做原则，用吃来吃出快乐的体质，不是去要求去强迫别人吃或不吃，而是用爱来接纳跟包容。但是求上帝给我们智慧，如果这个信心会影响到别人的话，为了别人的缘故，那么我宁可失去自己的好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我们最后来念一下这一节经文，一起念来。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做。亲爱的弟兄姐妹，为荣耀上帝而做。如果这样做不会让上帝得荣耀，那就不这么做；如果这样做让上帝得荣耀，就这样来做。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抓住原则就好，不用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好像强迫自己说我一定只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在爱的原则里面，那么当然我们对别人也要有这样爱的原则，不是去强迫别人，而是能够去多考虑别人，去想到别人的需要。愿上帝来带领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让我们能够在爱里面感受被爱，并且能够去爱别人。我们需要被你的爱来充满，好让我们能够有足够的爱去爱别人。我们所没有的，我们没有办法给人，愿你给我们满满的爱，好让我们也能够用你的爱来去爱世上的人。愿你施恩来看顾，让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有智慧聪明，不是为了考虑我们自己的需要，而是要考虑别人的感受。愿你恩待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所做的选择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或是为了自己的私欲，而是为了人的好处，为了别人的良心的缘故，为了别人信心的缘故。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要彼此相爱，无论做什么，都是要为荣耀上帝而行。我们来回应诗歌，翻开新灵粮诗选253首，新灵粮诗选253首，怎能如此？会众请起立。
众请坐。我们请丝线的同工到台前来。好，我们呢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将一点金钱奉献给你，作为教会的事工所用，求你悦纳。孩子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会众，请起立。问安差遣，我们先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姐妹可以互相问安。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来报告教会的消息。我们翻开周报。下周主日是第2月份的圣餐主日，请弟兄姐妹预备心来参加。那主日后11点45，下周的主日后要召开2月份的小组长会议跟执事会。下周台语堂将由陈启峰牧师前来分享，请为牧者往返平安祷告。
第3点，2月11新春主日外，教会2月8号到2月10号，还有2月12到2月14都不开放。弟兄姐妹注意会堂开放的时间，如果有紧急的事情，可以联络牧师手机。第4，儿主师资跟青少年的辅导，如果有对青少年的服事有负担的，教会将预备师资培训课程，可以向我们的办公室或者茂林执事来报名。第5点，2月24跟25在台南举办卫理青年辅导同工退休会，教会有免费来提供报名费，所以欢迎弟兄姐妹如果有负担的，也可以到办公室来报名。第6，就是刚刚牧师有提到的红本门徒，3月份就要开课，那报名表贴在公布栏，有2个时段，也欢迎弟兄姐妹如果有感动，可以赶快去报名。第7， 3月11到13到金门探访旅游，目前还有3个名额，如果有愿意要参加的弟兄姐妹，可以跟邵文弟兄来报名。只有剩下3个名额哈，那总共整团是20位。第8是3月1号开始，我们的卫理神学院会开课，如果有兴趣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到公布栏去登记。第9是6月份我们要办爱心的园游会，要募集跳蚤市场的东西，有几项物品我们是不收的，就是衣服、鞋子，还有个人的卫生用品，还有食品，教会是目前是不收。那其他的部分，如果是堪用而且是新的，都可以送到教会来。第10，就是如果你的奉献是用转账汇款的，要跟我们的办公室告知一下你的姓名或汇款的账号，以便我们同工对账。第11是周4的7点半是我们的查经祷告会，所以我们一起来为所关心的事来祷告。那第12项是在我们的1楼有摆放新春平安盆栽，还有红包袋，所以我看台语堂的拿了差不多了，不知道还有剩下。那每一组平安盆栽是500元，红包袋是每一个100元。如果有需要的，可以到1楼去选购。那肢体消息跟身体不适的代祷事项，由我们弟兄姐妹可以自行参阅，也为这些事情献上祷告。牧师要补充吗？好，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些的补充跟报告。大家看到这个我们投影片上面这个漂亮的这个装饰哈，这是我们的一个姐妹她的一个爱心，她的手作。好，那这个可以给我们弟兄姐妹，如果家里面刚好新春需要摆设的时候可以使用。那请放心，我们绝对不是拿来做一些教会里面的什么样的一些工作哈，它是拿来做社会关怀的使用。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执事的部门叫做社会关怀，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希望可以对社会上面的一些比较需要的地方，我们可以做一些的协助或者是一些的帮助，包括我们有一些的个案的家庭，他们可能在像现在这种秋冬的时期是需要有一些的补助或是帮助的，那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些的经费来做这样的一个使用。好，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如果下面还有这些东西的话，可以
发挥这样的爱心，能够来做这样的一个采购，或者是红包袋也可以哈，让我们刚好可以在过年的时候可以使用。那这些的经费我们会放在社会关怀的部门里面，然后来做这个社会关怀的一个协助。那刚好6月份的这样的一个6月的我们的园游会也是要做这样的一个爱心的基金来做使用。那可能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去年的这个土耳其地震的时候，我们教会这边是捐了大概将近10万块钱出去，所以这个部分是对一个社会关怀，或是对世界上的一些苦难的地方有一些的协助跟帮助的。那当然，现在末世的时候，灾难还是特别多哈，所以我们期待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爱心，能够来帮助到有需要的地方哈，愿上帝来带领。好，那另外我们在神学院的这个课程，就是圣经辅导的这个课程期待弟兄姐妹特别如果我们当中是小组长的请能够尽量的能够去参加这样的课程，帮助我们能够来做一些的协谈跟辅导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跟帮助，因为这个世代里面讲对话就可以救一个人，但是讲错话可能就伤一个人了所以我们求上帝给我们有智慧，知道怎么样来用这个适合的方式，能够来跟别人来做这样的一个宣讲，或是跟别人来谈话，那也注意感受别人的需要。好，那我们也为我们的儿童跟青少年祷告。那目前我们的儿童跟青少年急需要有师资，那所以求上帝帮助，让我们的老师们能够充足特别我们的年轻人他们需要生命上的导师能够来帮助他们。所以欢迎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这些年轻一辈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跟有希望能够帮助到他们的话，那请跟我们的这个教育部门来报名或是找牧师来报名。那我们希望可以透过我们的一个好的服事，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能够将来被主所使用。好，那特别强调一下，2月11号是新春礼拜，所以我们只有1堂礼拜所以我们的台语堂跟华语堂是合在一起的来做礼拜。所以2月11号，请大家记得一下时间。虽然当天是初二，那我们期待弟兄姐妹，你也可以邀请你的岳父大人、岳母大人或是家里的人，可以一起来参加我们的礼拜，让我们能够在新春的时候透过上帝的祝福彼此问安，然后能够有彼此的祝福在我们的当中，也在家庭的里面。所以2024年是我们一个新的开始，求上帝帮助我们。也许有很多人会去认为说2024年开始有看到很多的天灾地变，包括像日本或是很多其他的地方，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虽然外在的世界是变动的，但是我们的心是没有变动的，我们的心是稳固在上帝的话语跟磐石上的。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蒙恩。那也再过2周就是农历新年，那也预先祝大家在新春上都能够愉快，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都有新的开始，新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跟生活在我们的当中。愿上帝祝福以上。会众请起立，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神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在2024年满有主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行事为人都荣耀主的圣名。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阿
请坐。我们在殿乐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和教会的事工来代祷。如果有忧伤或者是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可以跟牧师来联络。